哎呀，各位，我不要講，各位聽下湯總，歡迎大家，歡迎大家來，大家，歡迎大家來，就講啊，來參加藝調嘅節目。你講緊咩？謝王公公，我好歡喜看到你，看到路人在講啊，你家壓掉嚇，但係我講掉嘛，唔是咧，歡迎我好歡喜，歡喜，但係我講咩？歡喜，我好歡喜看到壓掉，娘媽，娘媽不出來，壓掉啊！講自己錯字咧，嚟講，你講個特都都講個調嘅啦，歡迎大家嚟笑嚟看我嘅節目。你講你真歡喜看到你啦，咁樣。調到節目，我好歡迎大家都嚟聽檳榔客家。對，歡迎大家。大家成日都講啊，大家歡迎大家進來看檳城福咩客家節目嘅節目，點講啊？節目。哎呦，我都行到 A 舊嘅 Avatar 未？未擺喎 D minus OK？我曉幾耐字啊？你平常時有講客話咩？冇講嘅，我就唔直。你面講好啊？我唔捌講過，我有聽，特別我唔捌講嘅，因為我講就成日講到同我聽啲老人，呢隻老人就聽激氣。特別 OK， 我有聽，特別我特別只係你成日講只咪 make a conversation 拍講劇話咧，我唔捌講過，完全唔捌講過。成日我講一個字，你看我係捌講過啊。OK， 見下是當見嘛？見下，誒，馬雞個有人講個有韓語馬雞人曉講，哈哈哈！喂你損啊！好料！耶！所以偌濟邊啲人有講客話？嚟每個最正嘅，然後講客話人。我就係豆哥嘅時期有講嘅。豆哥有講客話咩？呢個就啲有仔嘅，我比較講嘅話，我嘅人，伊近嚟曉講福建話呢，伊近嚟曉講巴生嘅福建話呢。特別聽嗰時調酒嘅，有咩？未必有巴生學參到調酒淡薄，特別兩邊別人咧，別人曉講客話就啲掛拋水嘅。我係曉聽，你冇咩隔壁？特別路邊啊炒，臭話有講啊。紙白我係曉紙白，有紙白哦，裝了。紙白在，我就擺細漢時就嗰時聽人講，種番薯哦。係咪種番薯啊？種番薯，種番薯我係曉聽。OK，來等陣，等陣特別嘅邊咧，就是人嘅，你是客人啊，你係客人啊？你家自己講話先。有啦。哇！我車人啦，唔是啊。嚇，我車人特別會曉食一碗嗎？我車人對，伊哋特別嘅大佬啊。講笑呢啦。我車人叫，你是就人。一半啦，我是。客人 ，sorry，你是一半客人參乜咩？ OK， 我是客人參福建。哦，客人參，你係巴士客人。巴士客人 ，OK。
我爸嘅邊啊，我爸嘅邊啊，加了是劇，我嘅爸嘅爸媽加了是劇。我嘅媽邊，我嘅媽邊嘅加了是福建。長山嗰種係福建。但係是 before 我生時，我去幫助時，我聽到人講 discuss 講阿 John 係咩人，係咪是唔是人講我是較早嘅時候，人猜到咩，人 after 人阿個算起來是算到我是係咩？人講你面上吊住人，我喺面上吊住人啊！錯嘅事咧，咁樣講掉，你應該是劇人嚟嘅。然後後尾我就講，你古早嘅時候，誒podcast我聽啦，你人家都問你是咩人嘅事，你哋甲人講你是潮州人，然後是南西時候講你是蝦米嘅潮州人，應該你是個潮州班爾。我是個潮州班爾，特別所以人上個我是人講，你聽就講我捌講我家己是潮州人啊。我會記，別人嘅猜咧，別人嘅猜咧。我本地上講都是講湖人，你做乜你講唔是啦？我是劇人，可能講講過。哈，然後別人咧，別人攞阿潮州福建未必要劇嘅。潮州福建嘅咩？你唔是100%劇咩？我唔是100%劇，我有淡薄不行。So I mean， 對爸嘛，爸是蝦米，我咪是蝦米。嚇，個淡薄樣樣對。So 我當然我做掉我嘅 family tree 啊，當然我係出來啦。特別我成家外省人咧，看我嘅爸甲我嘅爸嘅邊是對客人，然後伊嘅泡泡機客人就最咁粗起來，然後伊嘅客人是我嘅爸嘅爸甲媽滿是客人。特別伊人大嘅劇呢，是到啲潮州區嘅位，到啲廣東揭陽嘅位，揭陽劇人。我阿媽本是揭陽嘅。哦，你阿媽本是揭陽啊？未必你是上港幫嘅。你是大竹本嘅嘛？我有一個親戚本是大竹本寫黃本嘅。哦，有可能，未必你是親戚嚟咧。唔知。你正定擺真濟，帶大某細伊個養個即個囝兒真濟嘛？我係大伯，OK，所以我係公媽客人，伊人到啲結養搬過來歸還啦，就是歸來即那馬來亞大伊個大漢嘅後生，就是我係大伯幫到中國，因為大漢了，然後伊帶伊個。第二後生、第三後生來，成日是參我嘅第三後生是大這邊出，大中國出事，佢去檳城，然後個生內後生，甲一個查某個到啲檳城嘅，特別我嘅大伯呢是接落來到啲中國嘅，伊真正老了嘅時，我人無 lost touch 起來咗，我誒頂當時有寫批咯，寫定攏看當今迄個阿媽誒迄個蝦米。阿媽嘅故事嘅，阿媽嘅情書，阿媽嘅情書嚇，情書嚇。然後伊寫了有一幫嘅時，唔使失蹤，唔係失蹤，怎講啊？失聯啊！無講咧，我唔知伊 address 係咩物件係啊？嗬，那邊就無講得，有時有一隻是本是成個你講嘅，看過一人，伊通過。我人大但就冇愛酷，就本是姓王嘅人。但伊人對起咁幫嘅時候，因妹，伊講嚇，得這伊個家幾個後生幾個查某人看，你講有可能是上一個來，你名，你而家夾一條批到啲中國嘅位夾對來，但就冇愛人去中國嘅時夾好我人，然後下邊有地址，我再 start reconnect 到對咗，90年差唔多。some 80s late 80s early 90s 嘅時，然後下時期咧，我講 connect 掉嗰陣時，我嘅大伯甲伊個大漢後生，我嘅cousin 啊，都甲中國來，所以頭一擺甲到對來，即馬來西亞甲拄過我嘅爸樣，個了尾頭一擺拄了時，冇拄過嘅。特別當佢我嘅 cousin，我嘅大伯本死啦，而且我嘅爸係家己啦，我嘅爸係點樣死嘅了啊？我爸唔死啊，咁樣死嘅了。然後我嘅 cousin 中國嘅 cousin 本死啊，特別我 still keep in touch 嘅伊個查某，到底係你叫咩啊？微信是叫咩啊？WeChat 啊 ，WeChat，
到底 WeChat 有該 communicate， 所以我真希望講我會 at least keep in touch 啊，我未想完全無 connect 起。所以 anyway 講到係咧，就是伊樣是到底結樣嘅客人，我是完全無福建嘅 ，OK， 我是無 at least 我看到啦，我嘅媽嘅病呢，我嘅媽嘅爸是潮州人，伊是到底潮陽嘅，來我冇講唔係嘛，潮陽。未來，我嘅媽是娘娘嘅媽，特別伊是娘娘客，伊是伊是對娘娘客，所以伊本是客人嚟，特別伊是娘娘，特別是出來講客話，有參講客話，有變娘娘有客人嘅，不然人客嘅，所以我阿媽迄邊頂擺啊，頂擺住學來山頂啊。伊就是啊，一陣查某人啊出來啊，燒到煮食啊，加了穿滿誒客人來。Just that 伊講誒話毋是福建話是客話來。客話，對。But sadly 哦，即種誒教做慢慢無去啊。當今就是講邊會打會個月survive是福建話咯，客話就是講差不多係無去啊。所以你 start 啦，你 start 客話 podcast 啊。啲嗰啲是對當車係咯，唔是阿摩車。是 because 你講了成日講 standardization， 你講講 Mandarin 無個人講人嘅句話。阿摩車誒，人冇但係我後面夾嘅妹。我記得我記得啦，我記嘅。啊，啱啱有人講看落面上個潮人，誒，咩妹看會出咩？攏看會出，看人嘅面嚟看就是客人、福建人、潮人都看會出。Maybe 你講 before 查嗰些嚇。Strictly 是看得出嘅 ，regional， 安怎啊？伊面是安怎？福建加廣東啦，咱人是，而且咱嗰是長征嚟嘅，咱無正順嘅人嚟個。有人講，咱是古早咪唐代嘅時召喚到來，但係伊也未召喚到來以前啦，福建加廣東兩個 province 啊，古廣西嗰種三四個 province 但了是 Aborigines 嚟㗎。咁咧就 Aborigines 嚟嘅，所以我都冇相信講，咱係做講千幾年前，佇北方召喚落去福建了，無加local嘅人教嘅，我是冇相信嘅。所以咱人絕對是長征嘅。但係所以咱人教北方嘅人就是冇相信。特別 generally， 北方加南方嘅人有蝦米無相？我冇未曉喎。北方嘅人我就講，北方嘅是唔是北方較關大？人家慣大本，係啦，咱個細隻嘅，咱個細隻，人家慣大嘅，因為你是唔是較赤？無本啊，配較烏有哦。你話配較烏就冇嘅，因為咱是參Aborigine 嘛，所以這個世界無論講正講伊是正漢嘅人啊 ，Chinese 漢啊，而且無嘅，我 feel 到是無嘅，真正感覺出嚟講漢。微娃娃咧 ，sorry， 伊講。特別客家人啊，伊唔是 because of 伊人搬來搬去嘛，了伊人就是特別阿龍我未รู้啦，客人嗬到底中國是因 originally 有家己一個甘榜嘅，冇，有 before 拍正是 before 樣叫拍正了，又走落來了，樣變做上一個甘榜嘅人，樣做家己甘榜嘅。你伊為是大陸咧，到底中國你講嘅處理時候，到灣大陸，本是到底廣東嘅那邊咧。廣東嘅咯，但是你講就講地籍客人嘅所在咧，成日講客人嘅 origin 啊，人講 before 樣搬。惠州啊、梅縣啊、惠州呢邊是地籍咯，就是講，伊唔是講，來你講，來，而家是咁滯嚇。因為我有去 study 這個客人嘅歷史啦。來，了你知歷史嘅本事上個。過頭 generalize 啊！如果人再講客人嘅伊個攞係安尼款，我人客人講，我人有5島嘅搬厝，5次大遷徙，5次。有誒，即個學者就講7島，有人講5島咯。OK，所以甲像阿龍講嘅就是講，咱當今嘅即個唐人啊，本正時代即個中原落來嘛，造反嘛，到即個鮮卑蒙古族樣拍入來中原嘅時，咱無為大嘛落去咯。因為人講這個華南啊是真一線嘛，福建第一線嘛，你會使大下邊就是講暫時大啦，安尼款啊，去造反去下邊。第一早落來嘅唐人咧哦是光復人，
所以伊樣本是第一正早就甲這個百越族民歌做伙啊啦，甲合併原住民歌咯。了第二道落來咧，就是講這個潮州人啊、福建人咯、閩南人啦。所以我毋知人有捌這個紅光無啦，福建人有拜一種這個紅光，我人就是叫伊開漳聖王咯，開漳聖王，開漳聖王啊，單關公。啊，攏講咩？我是八路嘅啊。哦，伊都捌來過啊。然後我是福建話協會嘅咯，到處講。路是啦，錯咯，我就是錯咯。一直頭佢錯咯。應該講就善變講緊咧，就是講就善變呢度嘅嘢喎。咁啊，世界咁樣話㗎。冇可能，有啦，較無可能啊！冇咩別啲嚟講這種嘅。攏講咩？善變啥物啊？善變是一個 minority 大北平，伊是一個 minority，伊是北方嘅 minority，當然無伊啊。哦，所以是講一個 ethnic group 啊，即係 ethnic group 啊。ethnic group 哦，大家Mongolia 記得有一個叫做善變嘅。哦 ，OK。有時，I think one of the dynasty 是一樣嘅嘛，金時候金條是一樣嘅時候。金甲遼，係點啊？金甲遼是一樣嘅條，one of 但係是一樣做王嘅。你睇北方都冇，冇票嘅人本嚟冇本嚟。哦，OK。冇啦，這世界冇票嘅人啦。冇票嘅，冇票嘅。你看我嘅話就對啦。OK，但即係淡薄離題啦。OK，by the way，講到這裡話啦，我每個人啊，搭啦島啊，人去拜正啦，去賀正啦。哦，細漢嗰時人是囡仔時啦，人叫這個。阿姑阿金啊，這裡像阿 K 人就講蒼蒼阿姨安尼講哦，你要較濟時代人安怎引路咧？講喂，是唔是？阿爸爸啊，你好，晚上好，喂，你知哦，華南話樣本喂咗，了讓上到對啊，北平嘅漢人啊，等人啊，無講那個叔叔你好，喂，冇人無喂咗，要講咩？有人廣府人、福建人，尤其是叫人喂。然後我人講阿拉媽嘅時，我本是喂咗阿妹喂。所以這裡就像個華南人啊，伊人講天，伊人講 Oh my God 時，伊人講嘴，安尼款。哦，越南人都是講 Vietnamese 啊。Vietnamese 伊有出名嘅幾句話啦。記得有時咧是 M 就是囡仔個小弟弟咯，就地數埋咧 M 咯。有一句話叫做 MOI，有個 MOI 就是講嗬，阿娘子啊，一叫人嘅就咁就可以。MOI，所以你看到I think有certain嘅越南嘅樣嘅 restaurant 樣嘅菜館係叫做 MOI 嘅 MOI。嚇！你講喂就是嚇你講伊影響上面就啲越南影響，但是我想伊。你華南有安尼款嘅 similarity，因為有安尼款嘅 expression 咯。你要翻倒頭邊來看，你看這裡像北京嘅人啊、上海嘅人啊，我 I think 一樣無名。哦，比較像較晏，咱較晏嘅數，是唔是？咱較晏嘅數。咱較晏嘅數嚇，我 expression 咁講。對咯，所以別人講類即係潑八，佢個潑，攞潑係上地影響。OK，by the way，這裡客人過到搬厝嘛。所第二，然後說落來，你福建人落來咯，嗬，就這裡了客人咧，嗬，是第一換落來嘅等人，by 這裡 theory 啦，了 by the way，by the time 這裡客人咧，樣來個南邊嘅時咧，樣就發現講，哎呀，你有灘正產嘅所在，了有灣海嘅所在，有灣港嘅所在啦，一灘正產，一灘發財嘅所在咧，一灘地灣所在咧，就已經和這裡。新寧人啦，福建人大啊嘛，所有人是人客來，人是 guest 來，所以我人講這個客家人咧，客人就是客人，就是講我人是 guest family 咯，我是外口來人來。Alright，然後煤炭大嘛，安怎好咧？所以人隔了大沙區咯。去沙丁。你人若是去看這個 demographic 嘅 map 嘛，你這個distribution 客人就是比較大，這個長山啦。伊都是真奇怪啊！就是講樣無灣海嘅，就是拄好大一個廣東省甲福建省嘅灣山區嘅所在。哦，了伊人，係咪啊？龍特別對你講咩？應該做2塊。這裡2塊，伊上個這裡係咪？上個你 ring 係歐洲有一個國家嗬，
歐洲有一個國家啊，伊頂擺是一個南斯拉夫 Yugoslavia 時候，伊獨立出來啊，伊會海化互另外一個國家容易啊，伊無海化。我毋知啥物名咧，就像安尼款咯，啥物國家啊？喺歐洲啊，歐洲，啥物 Yugoslavia 是啥物？對，如果說有 Croatia 咁做一個咯。something 啊，伊正外海。特別伊灣海所在互別個國家，佔去，所以伊灣海特別伊個無，是 Bosnia 嗰是 Croatia，總之就是 Yugoslavia 跳出來嘅。OK，所以伊是 because of war done 咧，伊變做伊家己，伊是 secluded from 伊海，伊讓別人佔去，所以伊是到啲灣海特別個唔是讓個無 expose 到海。了啊，這是一個 crucial point 嚟哦。你看頭先我講這個。客人咧，伊是地尾落來就是講廣東甲福建的唐人，了不然他們來是咧，灣海所在，互本地人大嘛。and then 我人來 ，actually 伊樣是唐人是一個 threat 來，所以頂擺其實咧福建人、新寧人啊，即個台山人、新寧人、廣府人，直直甲客人相拍，直直相戰的。Because 伊想買伊即個佔嘢所在。頂擺 resource 無夠嘛，主管無夠，你就是你濟人就是講無夠食啦，所以你無歡迎人來，就是因為遐了客人咧吼，大山頂啊，大久啊吼，somehow啊，我客人嘅關係啊，甲了像啊大山頂人關係。你看 even 客人來甲馬來亞時啊，樣大倒落大一步。大這個 KL 那邊，內面本是內面咯，樣無像啊潮州人大這個海這個海卡那邊啊，白浪那邊獵湖無啊，獵湖搞潮州人嘛。哦。搞了這個這個牛拉港啊。客人是在菜哈。客人本有在菜，特別巴里布勞哈對，巴里布勞哈對。加了大山頂嘅，關係大山頂後，了客人啊。這裡是我聽啦，這個客人講會人甲我 share 啦，伊人細漢是因為細漢頂擺無啥動機安尼做，所以阿妹是真冷嘅山頂，所以樣囡仔啊，樣大人有互囡仔啉一種酒嘅，叫山頂酒。哦，啥是白酒啊？啉酒啊，你身軀熱咯，較袂寒。了客人啊，有一個真趣味啊，我注意到啦。OK， 這 depend on 你是蝦米客啦。若是你是 urban 迄種啊，當今 KL 迄種 already urbanized 嘅客啦，客迄種非酒客啊，樣就無安尼款嘅 characteristic 哦。特別像我誒擺邊啊，樣個有迄種長山嘅 characteristic 哦，樣講話是用講嘅。哦 ，because 你是樣特別 communicate 像灰灰啦，喊講話嚇。對，伊遮大聲咗，聲雷公聲呢，款了這個。了樣無注意到咗，樣無注意，樣關係哦。了吼，你看這個客人查某啊，看起來真好看，特別啊，伊樣講話是，伊是用伊的這個丹田發出聲的。這個尤其是真正是，若是你是客人嘅話，你真正是你會感覺到啦，規間厝就是用講了，用講嘅。哦，了，毋是講大聲爾啫，伊樣嘅聲嘅 pitch 啊，查某嘅 pitch 啊，伊就是像啊，伊就是真正關對啊。伊要 pierce through，伊是要 travel 甲遠來嘅聲成啊。聲你講明仔安叫冇看到你。對，我安叫冇看到你安開啊。特別潮州人嘛是聲，嘛是講話真大聲。特別客話嘅聲就是真正尖。哦，伊較 pierce，伊較嚇，你啲人啦，山大山頂啊，山頂就要 communicate 嘛，唱山咯，伊拉唱山歌嘛，伊說啊，他們對來啊，你要講對面山嘅人嘛。我有只濟我嘅親戚客人嘅親戚，就冇解本好嚇，有時到啲山頂在採。maybe 樣 trade 啦，樣會曉嘛，樣曉在到啲山頂。客人就是山頂刮樹林咯。哦。頂擺鋪落刮樹林嘅，只刮樹林，當今樹林無搭，因為樹林無搭，所以當今是換做種榴蓮咯。哦，了我捌真濟客人，假了是捡榴蓮誒，去順這個榴蓮巴咯。我講順巴就講即塊榴蓮加lau
然後這個講到馬來西亞講到榴蓮就是甲客人有關係嘅，嗰是客人較識嘅，即榴蓮嘅物件了。你是然後這個所以講咧山 related 就是客人較濟。三號啊，我人住長山時啊，咱刷關時啊，你可能話住山頂哦。到啲長山為before 咱 because 咱時陣攏咪規客5斗7斗，I mean 搬來搬去幾多斗，所以before that 是伊有成日講伊個人叫做無相嘅名，還是伊成日你未必我講樣，所以伊成日因為伊是成日 nomad 可能搬來搬去嘛，然後互人接做收養做客啊，變做客人。但係 before 伊就拍正走返別位時，伊有成日另外一個名，唔知叫樣家己。這個客家這個字眼啊，其實是最近才看出來。清朝晚清嘅時，所以頂到是無一個統稱嘅，無一個 general term for 這個家人嘅，就是樣有這個 historical record，就是講紅險安尼一 mass immigration from 北邊人走加南邊咯，然後加南邊人去衝突，然後這種嘅人嘅樣是跑落來嘅人，所以樣是好人一個叫法就是客籍人士。這頂擺有戶籍，本地人加 guest 都客人咯，都客人是安尼款來咯。特別說 before that 是講客話嘅人有成日叫樣家己名，有 record 講樣叫樣家己是蝦米人啊？因為客人伊無一個所在，伊是佇叮當嘅。所以 before 特別一直落來，唔是叮當嘅，伊 all the while 是。就是講，樣未走就是中原的人啊。如果是河南，就是河南，還沒生，還沒市，還沒村的人啊。你看，所以伊唔是成日講伊一個區，也未 form 一個 area 出來個。所以變伊 form 嘅是伊 already 啲搬掉了 ，OK。伊 after 伊搬掉啊，慢慢搞有一個 common characteristic。That's why，แล้ว特別伊人講嘅話無相位，伊講嘅話個真正無相。其所以客話者伊變到只隻嘅樣 separated by 區嘅數，所以 even though 也是 kind of origin 是客人特別樣去到無相 area 咧，伊語言變化去，變到無相去。我會使講客話，伊客話內面內部嘅即個政策會比福建話，成日講揚州泉州政策更加大淡薄，因為客人吼伊到甲廣東省嘅時。若是伊點拄着講功夫話嘅人咧吼，伊樣嘅客話就成客要迄種嘅，伊真正濟功夫話嘅招字。然後伊若是像我人即種嘅較，我是洪順，聽過喲？馮順，伊是 between 這個台埔啊。台埔，我係馬，我嗰邊是台埔。就是我福建省了。洪順是我潮州了，所以阮一句人講嘅話咧，煞加即個，阮講嘅惠州客無相。惠州就是惠州，就是即個當今馬來西亞第一事件嘅客話嘅音，因為強。怡保只隻惠州客。怡保阮叫巴羅，阮無講怡保。對巴羅，對。巴羅，伊巴羅。巴羅是了檳榔嗬。巴羅是咩啊？唔使。巴羅是鼻多嗎？冇啊，不是怡保是巴羅，鼻多先是鼻多，美羅還是美羅咁了巴羅是保哦，巴羅是保掉。特別前久冇咪人講巴羅。係啦，喂，uncle 樣嘅咧是叫巴羅，而家佢去不要學的士是叫巴羅。巴羅係咩事啊？這不是叫巴羅？伊頂擺有一個名叫做，伊一個所在叫做咩？北港邦巴羅。怡保是開始有個講嗬，較新嘅，等啦怡保。怡保是較新。巴羅，特別當然你去怡保老一輩人冇講巴羅本嚟個。對，老較老。Because 你是嗰邊的位向別人講話，講樣嘅所在。Actually, that's why 怡保嘅講話有只本有 influence from 客話嘅。是咯，我嚟講好話嗬。到底怡保位啦，怡保嘅。怡保是客人甲隻 major 是客人，了第二是功夫人。OK。我冇落山馬來西亞真係客人嘅咩？KL 是真正係客人啊 ，KL 啊。because KL 是擺地址嘅嘛。頭先係咪福建啊
Hokkien 我當時江湖人唔是江湖人，冇江湖人冇呢隻，江湖人冇呢隻，江湖人接落嚟冇呢隻。所以福建人、劇人because 是 because of 香港嘅影響，你講江湖人咧suka trade 賣頂擺就是寫新嘅，你講樣suka fashion 嘅物件，因為香港嘅事。所以唱即個唱盤啊，即個 DVD 香港嘅啲電器嗰啲物件，江湖人衫，即查某嘅衫、新衫、阿毛衫，嗰啲是江湖人較高咯，樣掌握即個行業咯。所以古來就是講因為伊是 prestige language 嘛，所以較濟人就常講是江湖人第一隻，正是因為江湖話香港嘅事，可能去學較 commonly use 係較普用較濟，所以人常講，嗰陣時講特別成個話，你看到我就是講福建話特別，我都唔是福建人。特別講到香港啊，香港頂擺啊，伊或者係劇人講福話嘅，劇人係加即個你有幾大嘅？係香港地渣是劇人嚟，係你香港是善令人較金崩嘅事，就係人講劇話嘛，但香港係你叫咩大嶼山啊，下邊嘅人嗰陣講劇話嘅聽。江湖人是後來加來。將軍澳。你 OK，等陣同埋你講我冇上將嘅劇人嘛，我係記我媽是講特別咩太普啊，太普客嚇，太普客，我係記。頭一擺我聽，冇我記人講，我爸同埋講，安怎會知就是太普嘅事，冇，因為我就歹聽，即係歹聽，唔是講冇聽，歹聽就càng khó understand 呢。伊講太普，伊講人講食飯嗬，伊是講食飯嘅，食飯啦。我係媽，伊是講食飯，我較接出來是講食飯嘅，普通嘅事，特別我係媽，人講食飯。冇話嚟啫。唔知就我食盤。對，你講是對，食盤本是一種。我地招下邊啊，我地招嘅啲所在啊。話有邊嘅看都是大到一邊嘅劇嘛。對。伊有嘅大廣東嘅就是無相話啦，有嘅大潮州嘅就無相話啊。了，我捌聽過我捌聽過人講是潮州劇，意思是講劇人到底我潮州人下邊嘅 area 就是叫潮州劇。Actually 是安尼款，潮州劇 refer to 伊毋是一種嘅人倆，潮州劇伊是上加我講Latino咯，Latino 嘛有真濟種無相 accessory 嘅。潮州劇就是講即個 OK，你愛看中國嘅地圖咯，所以梅州梅縣就是講梅州啦，梅州下底 start 起咧，就是講即個吉陽咯。然後有兩個城市個叫做海豐加力豐，聽過哦？海豐、力豐，兩個叫做海力豐。海力豐佢個樣暑假創啲海力豐，海力豐食飯大碗公，做工上西方。咁海力豐嘅人咧伊特別濟大即個美鵝，咱知哦，美鵝。你唔知做咩事？是海螺巷是唔是？海螺巷走唔得，海陸豐是海陸豐上哦。六，然後海陸豐啊，海力豐，海陸豐，海水嘅海，大陸的陸，其實是兩個城市啦，一個是海豐，一個是力豐，還是六豐。就係講潮汕嘅，潮州加汕頭嘅，潮汕嘅。頂擺無人講潮汕嘅，干係潮州加汕頭呢。然後當今中國講潮汕地區。然後即個海豐力豐嘅人吼，伊人帶美學嘅。然後伊人就是做咩事福建話人有講美學，佮有講美學。因為咧佇劇話內面，假如是米腐來，米腐。咪會使是即個美麗嘅美，會使是美麗嚇。無樣本來人是講美即個意味，係了福建人看到美無好啦，福建人講美，都有時候外語是地美嘛。美是啥咧？切嘅美啊？你係美我得嚟喎。個特sản股，冇我唔是美魯，我唔樣。我知。我講河南有個人有人講，我細個我嗰時變咧，啊，再呢講冇晒晒噶啦，諗真美我啲得嚟喎。我冇聽過，我唔知道咯。佢搭上嗰時得咯，是唔是講我為了巴十邊嘅？哦，點解接㗎？到巴坑係咪接咗落嚟？
無食過多羅巴行啊，一個北一個南。冰島攞只哦，特別咱唔是成個 round 邊嘅 island 是 round 過到對起邊到對嚟邊。對彎過。你落去迄個邦勒巴斯以前都會去到個大山谷。咱是個大山谷時咱去食嗰啲海鮮咧叫咩啊？海鮮啊，海貝下啦，海貝啊邊啊。yes，佢哋是屬於個大山谷海貝，唔是海貝是叫海貝是叫咩嚟嘅？海貝 restaurant 啊。大山谷個 logo。個 logo，你就喺你會卡邊啊？誒，瓦爾卡。咱誒檳城 island 咪是一個古誒，對哦，伊多卡。伊或者咧，係咪 War Museum 呢邊咯？冇。嗰邊咪是會去，當然就檳城唔是會去隻 island，屯土啊 island 會做唔知咩做 jeep 啊什麼。屯土是啲。East side，唔是 E&O 嘅屯土 ，West side 你新嘅會新嘅屯土，伊是 industrial， 伊成日會做你唔知咩 chip 啊，什麼 AI 個頭嘅物件，新嘅也未起過嘅，不都啲 start 掉呢？你是講 Silicon Island 係啊，Silicon Island 是到度嘅。哦，伊是愛做火車總頭嗎？哦，是人嘅 LRT 嘅main station 嚟嘅。AN 啊，係你唔是，伊是我個大山谷入邊哦。特別Silicon Island 是啲咱檳城市嘅東南邊，個大山谷是西南邊。OK， 我唔知是到底東南嘅。河洛樹得啦，河洛樹是咩？不嬲係咩？檳城一啲個農業樹啊。伊個湖。西南邊有一個樹咧，個河洛樹。檳城嘅湖。檳城嘅湖啊。河螺是叫咩啊？不嬲係咩啊？叫 remount， 嗰時你冇。不嬲有乜是河流河樹？不嬲 candy 呀。啊，不嬲 candy。哦。即是講佢哋 ferry 嘅時，特別講住 ferry 嘅不嬲下，成個人講冇什麼。不嬲 candy， 不嬲 remount， 特別。係nama 呢？你 name of the ferry 呢？但係伊有。特別伊 ferry 是 name after 伊嘅不嬲係唔是啊？對是。嚇。對。咱唔係去過。特別我唔知，特別是 name after 檳城嘅 ferry， 啊檳城嘅不嬲啊，檳城嘅會島啊。啊㗎，即係是叫 remount。我係叫 remount， 我係叫 remount， 或者嚇不嬲 remount。OK，so anyway，所以你講特別係你所以你是呢個 island 是到啲 east side， 我唔知，我想講到啲 west side， 所以是到啲 east south east 邊啊，你講咩？東南。我北極點嘛？東南，東南是北極點啊。Second bridge ，Second bridge 個落去。OK， then OK， then 你講咩個？講咩嘅你？我特別。我想嘅客人嚇，個福建客嘅啫。福建客係咩？大啲福建呢？啊，就是講福建省個人嶺南、英定、玉定、嶺南，你漳州本是有嘅。對啊，我一個真趣味物件啦。就是福建話哦，人講客家人是客人，了啲華語客人是 customer 嘛，所以我就到頭邊我叫 customer 叫人客咯，對，伊是我人客咯。了啊，有誒福建講福建話誒所在啦，較濟是漳州較會拄着有客人即個網紗，即個識人，所以若是泉州啦，你來挖即個莆田啊，咧福州所在啊。無咪有本地客人嘅，所以上個即個馬尼拉嘅福建話，馬尼拉嘅福建話是正港嘅，90%是講正港話，正港是話學泉州咯。所以我伊人是毋捌聽過客人這物件，也毋知講原來有客人嘅。所以伊人嘅 customer 也會使講客人，所以客人一樣是 customer 嘅。所以我了有接觸到客人嘅人，甲話就叫人客去。對，了，即個真濟少年家吼，伊人開始無講福建話了。了，even 伊人有講福建話咧，伊人毋知講原來人當人有啥啊，即個新寧人啊、興華人啊，你看到吼，所以伊人毋知客人誒。
樣知有可能有客家，特別唔知原來客家就係講客人。所以人講福建話，人講外口有客人嚟。然後個有就是講，這種嘅現象本是正。真係知啊，真係知是客人。我有做研究嘛，我有去過馬尼拉嗰邊本啊。冇啊，是講真係知是客人，唔是講好啦。意思是講人客。when 樣被 refer to 客家人時，樣都唔知安怎翻譯嘅咯。了，馬路中國下邊福建話是一樣真正 Mandarinized 嘛。所以樣就成日無講，樣成日無講這個先生講老師安尼款啊。所相款咯，所當今少年家就開始講客人啊啦。伊本成日講究安尼款所在，所以人客樣會關係，因為樣嘅腦性上這裡華語性，所以樣direct translate 客人。安尼款咯。OK。而差唔多就有這裡華語話咯啊。有。樣當今嘅福建話成報告新聞是，伊嘅歌是寫這裡普通話，樣就是 directly 念福建話，所以始終係感覺咯。你講，即係物件消失了咯。OK， 講到福建客啦，有一個真出名嘅福建客咧，就是吳文豪，你知唔？吳文豪？唔知。廣東都唔知啊。你有冇學漂遊學漂，你學遊嘅，OK。所以學漂遊嘅發明者咧，就是伊嘅老爸啦，唔得住啦，吳文豪甲吳文霸，即係哦，學巴比拉，學巴比拉，新加坡。對，你廣東都唔知吳文豪是住啊？唔知喎。你嗱大妹就接起，大妹就接起喺頭一個 building。嚇，係你先生我拍字嘅。唔是啊，古仔是拍字，後來變做先生房間。冇樓頂拍字樓卡，一定是先生 office。有一個 urban legend 嘛，一名就炸掉嘅，你知？一張炸掉一名。有一張炸掉一名 ，because 你炸掉人嘅名是，就是 virus 就 disrespectful 嘅嘛。特別一名就被炸掉嘅。Because 看到一名會弄起來。哦。我聽過，我那一間就是吳文豪呀，一名啊。嗰時吳文豪嗰時吳文霸，我未記到是你了。總之是用兩兄弟咯，有兩兄弟。OK，依鵝上面鵝啊，胡啊，胡是鵝，胡啊，三點水 OK。是嗰隻古月，咪是呢個咯，放任啲咯，放任啲聲鵝呀。嚇，另外是跟燈，江湖人，江湖人嚟。OK，你下 OK。但係你會講下你下學巴比啦嚇，做咩事嚇？吳文豪伊本是OK，Malaysia 啊，真正一客人嘅工會啊。你若是有你若是看伊加了嘅這個無相嘅所在嘅客人工會，伊嘅 establishment date 啊 ，DCK 這個工會嘅。較濟是1939年，風險就是講，有誒真濟工會真早有啦。了風險1939年這點聲咧就無相誒客人工會，真濟真八項真濟甘榜一個所在一個安尼款，了白啦一個所在一個安尼款。做咩事咧？這是吳文豪伊發起誒，伊本是I think 若是我無記錯啦，伊成本是開成就一部誒咯。成就一部是伊個咯，所以伊開這個報紙館的目的咧，本是愛互這個大人會捌字啦，了本是愛宣傳這個抗戰本啊，攏知抗戰哦，日本南進的事嘛，了頂擺無敵倒無電話嘛，所以其實大環境嘅人本無目睭看到就有聽爾啦，聽講有大屠殺啦，所以吳文豪開成就節目本是愛宣傳當今長沙發生蝦米代誌了，了叫這個人嘅華僑卡要去贊助去救還是蝦米啦，去搶軍咯，了成就日報咧吼，了成就日報是伊開咯吼，所以人嘅這個報紙啦，真有歷史報紙本是一個客人起嘅，了特別。OK， 了解吳文豪1939年一直叫加了所在嘅這個客家領袖，他們起嘅會館，起會館目的其實本是啥嘅，就是這個 spread news 加做這個像network 這個networking 啊你看 ，OK，
我這邊需要這個修理羅里、修理車這個技工啊，這邊有人哦，你看有一個人愛去修理哦，你看你看你事咯，哦，風險敢若1到3年去，所以伊想叫 promote，講讓客人就是叫人去 start 啷個叫做工會啫，然後愛團結安尼款咯，是伊啦，這是歷史啦。我別怪，有一當時我個我講我大伯到啲中國嘅時，我當時去樣為啲樣家己伊冇啦，我 cousin 就是我大伯大漢後生是我即伯兄弟啊，伊個即兄即伯兄，伊是我伯嘅大漢後生，伊甲伊冇講到就話，特別結樣。但是伊開播嗰陣，我就奇怪，安怎唔是客人咩？特別伊個伊個爸係是個講客話，特別伊個播講條主人，播可能是條主人。because 到底我實擺上講嘅有時，我唔知講安尼係條主人嘅，到底結樣嗰邊。所以唔可以是嗰邊嘅客，就是讓 visitor 多到底係啲條酒庫嘅位，是唔是？對。OK，所結樣個是 mainly 潮州嘅城市啊。對，正講客話會使講正一%就是講梅州咯，梅州、惠州、惠州，這兩個城市啊。但我講惠州是我想 Africa， 我係是惠州、惠州。OK， 但係我講到客人無相款，客人安怎來？嗰有正特別就是講客人唔是大山頂啊，所以 actually 本影響到人生活嘅。頭一點我講啊嘛，講話大聲，因為你大山頂，你要講你會後生，當然要備煮好了。第二點呢哦，就是你看人哋食嘅物件嚇，人講食嘅物件 OK， 你要注意啊，客人嘅菜啊無魚嘅，較濟無魚嘅。人唔是講無食魚啊，我講食魚就是講 normal 魚爾，就是煎魚、炒魚、做脆魚了。講魚有無相煮法咧？有潮州人較厚啦，有潮州吹啊是啥物？特別客人嘅菜咧，你無看到魚嘅，人山頂就無魚嘛。然後人客話吼，真濟海鮮啊，伊名哦，你真艱苦用客話講出來。你若講到無相嘅魚嘅整甲蝦吼，人個是別講潮州話甲福建話，人有啥物？伊無係內地家己嘅話。就安怎講就是講，因為客人咧吼。嗱，除了我頭媽講海內方嘅人大海啦，有可能伊樣嘅即個歷史根內面，佫有真濟魚嘅名、蝦嘅名，吼。特別usually客人無咪點拄着魚安尼款嘅物件，所以伊樣對魚嘅名吼無安尼集中啊。即係人嘅槍白槍黑槍佫有啥物，或者龜狗佫有啥物嘛吼。人就無有誒個我都袂曉講本，吼。嚟看咯，即係沙魚福建有真濟種嘛，龍門沙、高沙、啥物沙，了，客人嘅物件是真油真鹹。哦，梅菜，係咪？because 伊做工，唔是，本是伊第一主要原因就是講，客人嘅有一段有一陣點聲，因為伊直去 migrate， 換掉哈，伊袂點大啲所在，伊就要擱再走。你北邊人擱拍落來淡薄吼，伊擱再走，了北邊你白色啦，擱再拍來淡薄啊嘛，擱再走啊，你看，你袂使大隻所在點整殘呢？你殘一年屆一年交檔嘛，啦也袂交檔個，佢就搬了，蒙古嘅人拍來啊，了一直點走，所以你嘅物件愛直去 marinate 來生伊，所以 preserve 伊啦 ，preservation 嚇，食鹹菜，你梅菜是到底？就是梅菜，特別卡錯，特別係咧，人食出名嘅客人菜，唔是咧梅菜烤肉是客人嘅哦，還是條客人嘅菜是唔是有咩用豆腐啊？客人用豆腐嚇，用豆腐，用豆腐，用豆腐，還有乜雞？蠶肉，蠶肉。是㗎，係你南魚啊，係你南魚哦，南魚炸肉，南魚炸肉，南魚炸肉，炸肉，酸盤子咯，有生盤子啷在哦，酸盤子，生盤子，酸盤子，
啥出名嘛？三盘子、梅菜扣肉啊，芋頭扣肉之類嘅了。芋頭扣白。就講芋頭，我嘅呢後面扣啊，烏條烏條扣肉，烏條扣肉。沙巴嘛是真正濟客人，沙巴。哦，咁你有講嘅樣。哦，擂茶嗰啲。啷個是個就講個要緊嘅事，啷個擂茶咧，擂茶，就講係白擂茶。我啷是個只，啷個只梅菜扣白還是我扣白？梅菜是即係河婆客是多住餅嘅劇咧，河婆嘅。河婆客是一個叫做街市嘅所在。街市，但嘛講叫街陽嘛，街陽嘅西餅街市，比西餅啊，就是街市。然後河婆伊是街市內面一個區嘅名，上加人講檳榔嘅學來。所以當今你找河婆有可能你找袂到，你特別找街市，街市客。然之後你教即係唔教你嘅只 interest， 你嘅 research 係咩？你咪都要出冊哦。你講到出冊，我有出過冊咧，我有出過冊。我是客人公會，伊人加即個，客人公會加 GDWH 合作嘅，就是講伊人會分我人，了 OK 這邊，然後伊個 logo GDWH 係 Georgetown Heritage Incorporated，所以人分我人。我人就是Today 有客人嘅迄個個月節都無去啊？無，我就係講有本奧多瑞呀。Today 人客人有一個個月節是規個馬來西亞嘅客人嘅即個公會啊，個了去參加嘛。你有一邊咧學嘅每個人講你無去喎？冇啦，一點阿妹啊，應該是無啦了。冚打 OK。你按怎買你冊？這無買，這是學這有緣的人。這個我無印濟，因為人有一個目種無印濟，這是上個有緣的人來往上好咯。所以我講啊，倒馬冊就是板面啊，板面本是客人的。得。板面倒馬，這裡板面。是講黑吉利是後來的啦，我們就按照愛做到。本地面啊，你係咯，板面是當地人係。倒馬車。倒馬車，倒馬車，板面咯，落個板面。倒馬車是係咩物件啊？我真唔知啊。板面倒馬板面嚟啊！咁多石。I see。板面是客人嘅菜嚟啊！客人嘅菜。這個板面咧嗬，是頂擺咧嗬，伊樣這個伊個這個打法伊樣做了。樣做回邊了，伊樣用菜刀一個刮的，但所以是倒馬切。然後把路是用machine樣剪啊，家己出來。伊個菜刀寫伊個做伊個粉啊，伊粿啦，伊粉攪米粉攪水啊，做伊個刮伊一塊做。頂當時無咧，當今剪，迄個就 pasta machine 可能是 roll 啊切，用菜刀切。豆嘛，但乜豆是刀嘅數，麻係咩數？豆麻係咩？菜刀嘅數啊？菜刀嚇。菜刀。豆麻剁水，豬肉。我係講條，我係一個朋友嘅麻吼，我往水厝嘅時啊，到 KL 嚟啊，伊隻厝邊伊麻是我知伊是客人啊。所以伊教我人是伊講華語，教我用Mandarin教我按怎做用豆腐。伊每時講伊個特別伊客鹽嘅嚟講，你拿那個豬肉，你剁碎，然後去釀它的菜，個臭味，豬肉剁碎。頂擺嘅老歲啊，就是伊樣毋是家了會曉華語啊，伊樣有可能有淡薄口音。較趣味。我客人嘅口音本特別嘅，客人口音，你聽有個人講福建話，人講福建話，人講係咩？
這個像啊電視機啊，電視機啊，哦，你然後是這個啊，成個無變，無變，哦，啊，無變，伊個 I 成 drop 去啊，伊變 EN 咯，然後伊樣皮唔正重哦，哦，皮唔正個重哦，或者我就唔知有安款物件啊，你學響講這物件我嘛知。他們說安尼想我講福建話。成個，go，我阿媽。嗰有伊人只屬甲講啊，姜物件啊，羹物件來羹。姜哈。姜是只姜，愛看到鬼愛姜的姜啊。唔是，迄個姜薑，種夾來啊，羹啊。啊，唔是薑來。哦，夾一筆啊。OK，薑紙來薑紙筆。你講夾物件。夾物件。羹係啊，啥是羹係啊？薑紙筆來。鹹哦，去鹹物件，去 pick up 物件，使去 take 是叫 pick up 啦 ，pick up 摕去摕物件，薑。and then 伊人，我這邊一波嘅人啊 ，and then just 個人講地多羅嘛，伊人是講客話是。迄個位。China way。啊，所以伊人是講多得咯。伊人是講講好話，伊人是講菜邊度，你個嘢，你個物件菜邊度。講話影響啊？無，就是講係你江湖人講，係你江湖人。哦，江湖人講菜邊度，哦，影響埋客話。對，伊唔講喺邊度，伊講菜邊度。菜邊度，你物件菜邊度，你物件菜邊度。哦，啲嘢菜邊度。伊保少話你看你物件。OK。然後個，伊人講紅紅色。紅色。紅色。呢個你個台灣咪是只客人咯，有。台灣人較濟是原住民來嘅。原住民講客話。原住民啊，原真濟講原住民不有家己話，特別人有講客話嘅原住民不有。啊，特別伊就 because 有只人曉講嘅，迄個是客人嘅 influencer 是講人講粉，就講華語，人講華語講 Mandarin 啊，伊個粉啊，係咪㗎咧？人是講 H 成混，胡椒混，迄個唔是客話嘅事，福建話。哦，福建話嘅事。啊，對，客話佢是混，客話就一隻 F 嚇，我嗰啲係咪客話嗰個 V 個，嚇，對，我知，你會嘛？真係客人啊，未有 pronounce V 本，家己客人本。哦，你我係處有一個係咪啊？我一個人嘅名是 V 嘅。阿夫，係咪啊？我小看，哎呀死！我對放嚟過啊！你慢慢笑。他們準備放你看說，一個家己人特別往只笑，往特別笑，人哋往火馬，嚇火馬對，嚇火馬是叫咩？囡仔什麼火馬什麼意思是？火是烤搞哦。火，對，講愛烤嘅查某。哦，就是我係一個歌，是叫做火馬咯。我那是叫教哉嘅，喂，教哉。喂，歌嚇。這就是政策了。你看我講啊，一波嘅甲 KL 嘅客話 ，even 甲檳城無相嘅，檳城往過有正一種較高樓淡薄，正係一種態度嘅講火嘅。你見啊，我無講教哉講火了，安尼講。哦，我唔是見啦，我是叫細路哥。細路哥，每時間無相。你若是你講有嚟客人，不要講 V 嘅聲，伊人用蝦米來 replace？講 W。你看這 KL 真係客人嚇，係咪閻王呀？真係閻王。我有聽有人講閻王嘅喎。是噪音，就是樣嘅嘴標做這個 fricative 嘅 sound 啊，閻王，你講咯，閻王，嗰時人甲啦，呢個啦，
哇，咱是 expose 者，我會記得我伊是我的 cousin， 我媽的結拜的姊妹啦，結拜姊妹的囝會查某啦，伊叫做某媽。特別我特別就好笑嘅，我細漢時我是叫佢某媽嘅。特別我袂使叫，我知某媽是咩意思哦？你講咁好查某？無，你安尼咁主動講，唔知，我唔知，because 我人無叫伊某媽，我叫阿姑嘅，我叫阿姑。特別當我搭隻阿姑係你某媽咯。特別我個隻大漢人把仔講，伊是某媽，唔是某媽。我細漢時我想我是某媽，特別其實伊是某。你當時對等陣啊，成個福建話安尼款啊。特別阿姑我當時叫阿 Q， 阿 Q 對阿 Q 嚇，阿 Q 白咩？我阿 Q 有一個 nursery rhyme 嘅，笑，磨面見阿 Q， 阿 Q 翻那轉倒頭兵，阿 Q 翻那轉打隻開屁浪，放一粒屁。成日福建話溜係無笑，你會曉你安尼客人嘅 rhyme 有一個我係八九啊，特別哎呀我當晚 try to 吹看，我別記，但係我 try record 起來，咪乜就係 phone 嚟吹掉。伊是我看這個客話啊，愛做腦豆啊 recording。係啦，佢特別對 number 2啊，特別咱個幫人整過，所以伊係個客話一個啊，我。伊叫做當呢當，你有冇聽過？當呢當，唔知係咩個咩鴨字，係咩？等陣我吹口我吹掉，我喺巴架佢話咧，我到底笑嘅 record，但我吹口我吹掉。當呢當，真好笑嘅。然後係咩鴨字，係咩磨難舌，係咩你香港嘅喎？係咩夾字，係咩什麼骨頭嘅？夾字夾頸嚇，就是啲夾字嘅鴨字哦，伊夾頸阿頸，但我看我除掉，我試下夾字出聲無難舌，夾字出聲無難舌，嚇，對，鴨字出聲無爺娘，嚇，對，鴨字出聲無爺娘對，但我看除掉。嚇對咯，特別你知佢個，伊是當呢當，但我就好笑呢。我細陣時特別就好笑，我爸講當呢當，係咪？哎呀，我未記啊 ！audio message， 我隨口我 phone 有當年啦，伊是寫字唔知咩古靈咧，杜波靈啦啲咩嘢？嚇，唔，當年哦，當年是一種嘅上個線啊是啥物？哈對，當年，當年啊，所以我想我當年，就是伊個當年嘅當咯，伊是音了吼。是唔是係咧杜波水？杜波水，唔是杜波水，杜波靈嚇。不靈冰不魯。一種嘅嚇，即當年是。水嘅來煮過來嘅。山頂擺真濟客話，哎呀，真濟老人歸心啊，無傳落來。我有聽，人是講叮阿咪人叫叮當蒜啊，叮當蒜啊，不是蒜啊，蒜嘅我是蒜。我是蒜是博杜姑啊。哦。我是蒜博杜姑。要我吹步啊！我當呢當。吹喎，你都講啲當呢當，我本是有上個安尼款嘅 melody 嘅，講，糯米炒豬腸，炒到生金斑，食到牙親，親講上，打撚講，親講落，打撚睇同索。你都唱一個歌嘅時哦，你特別教一個囡仔佚佗佢哋 flying high，你 flying high 嘅時嘅 motion。伊emotion就上個坐一個前奏啊，講前奏啊，講是講啥物？講就是 end 對哦，end 對，哦，前奏嘅意思。前奏，哦。了講就是講搖咯。我別怪我阿媽講細漢時去借講，坐講就是去做。坐講，你會使講 fin 講啊，用 fin 咯，啊用咩 fin 咯？fin 來 fin 去。飛講啊，你冇飛嗰條啊，咁。哦 ，OK，飛嗰條。飛 ，Chubby。安樣。安樣。客話誒，那是咱本借啊，本是借啊。
family chat 特別乜解離，即係我頭聽到嘅。乜解離，即係我頭聽到嘅。因為我唔知笑起得咯，我就我 record 起來，甲我爸甲我姊樣講咧，我個叫人講，人講話咧，人直直講袂掉啊，當然，當，係咪啊？我特別每日買啊，我會記我 record 起來，特別我袂記得字，我係笑到啲位。係，但我都講嘅咯，你阿咪叫你噏住，I 笑咯。就笑咯。Oral story often transmit by 這裡嘴加嘴，講團啊，一代傳一代。若是這無記錄落來，就是交加出嚟人呀，伊就無會家己傳啊，傳落去地府就無啊。但係就住講，伊愛講是阿龍啊，但係就住聲。的哥，哦，的哥，你多正咁咩？我都冇看到你誒。哦，你冇聲，你冇開 camera， 冇開 cam。啊，的哥講咩？你係客人啊？你係客人啊？我係國講。你國講是客人。啊，搞到聲啦，睇鋪誒。哦。你發講是上一講湖南講嘅你月光光啊。啊，熱光光。啊，熱光光小財龍，奇葩媽過蓮塘。嗰個咩啊？蓮塘 boy。啊，蓮塘 boy，啊。中叫菜。對。菇菜啊，你是菇菜啊？菇菜。在菇菜。這是你我講有甲你教這句話啊，這條歌啦。我會記嘅啦。啊，個一個較短，個一個較短是講伊讀冊時伊人囡仔佚佗嘅啦，是安怎啊？講笑。啊，我知啊，你講這我就知啊。哈，係咪？啊，你應該知。講完啲。先講這個啊，鬼更更嘅，這是熱光光，有兩種 version。Alright， 頭一 version 呢是頭一 version 是沙加比 rhyme 嘅，伊無咩意思，是熱光光。我先講客話，因為這邊咧福建podcast有嘅人袂曉客話，我先講一篇先。熱光光，小豺狼，奇葩馬，過蓮塘，蓮塘 boy，種韭菜，韭菜花，結親家，親家門前一口塘，用嘅禮馬不拆床，床嘅拿來綁酒色。當年拿來頭本用，這是頭等一對。啊，熱光光小豺狼，就是講月呢啲月鳥嘅龜 ，OK。有紅險嘅下底有一個小寨人，小寨就是講頂擺去考車咯，有下面幫眼啊，這裡下面小寨啊，你講中原啊，你講咯。然後一騎一個白馬，然後過一個池，有一個蓮花池 ，OK。了這個蓮花池後尾咧有人種韭菜，蓮塘尾種韭菜，韭菜開花了會使收了，了往就結親家，結親家就是講行了去甲人討親，找某討親嚇做親家，了親家門前一口塘，親家厝頭前個本是有一個池，啊，了這個池內面咧有飼8尺長嘅鯉魚，鯉嘛迄是鯉魚對。吸了長嘅鯉魚咧，就夾來夾這個酒隻咯。了底鯉魚咧，配酒隻咯，綁酒色咯。了底鯉魚咧，就去吹波，吐一個波，頭本樣。啊 ，OK。第二個，熱光光，走伏背，鵝子開水鴨洗菜，雞公龍面叫塔袋。狐狸手火喵炒菜，後個跳蚤碌豆菜。小我袂聽，袂聽。我曉嘅驚但走入去厝裏面咧，係咪？講話想想啦 ，OK， 熱光光一道就無收在啊，無下面去找無了。特別這上個這個 Disney 嘅 fairy tale，你講加了是路有啥 Animal Crossing 嘅這個 character，你講有無相嘅有雞有鴨，大人嘅有一個 role 嘅，讓大人小到煮物件準備物件來食。像個人頂擺嘅這個客人嘅 living 嘅 communal living 啊，你講咯，the way of life 咯。所以講走伏擺，這個月頭嘅龜，月鳥嘅龜，就到厝後尾，就走伏擺。哦，OK。伏擺是厝後尾，像個人客話啦，
後尾嗰了是 boy 就是講白食咯 boy 咯杯咯嗬，所以成個巴里布拉灣個咪普羅山 boy 哦。The only Chinese name 啲邊頂是 name after 客家嘅普羅山杯，普羅山 boy。但是都福建人啊，下面就是山杯是咩啊？山杯就是山號。OK。山杯。有鵝子開水壓射出來。一隻鵝一條去打水來咯，了壓條負責洗菜。解講糯米叫塔袋，加工咧就去A 人去磨叫咩啊？去弄，就是講去 husk 嗰啲 rice 啊，伊個分開伊個殼嚇，伊個殼分開解煮嘛。了解講糯米叫塔袋，塔袋就是講有一個茶几嘅，你卡立一邊，伊就嚟間，伊就間整咗整固啊，你講愛做米切粉咯，了狐狸燒火苗炒出來，了狐狸就去下火，了貓咧就開始愛炒菜啊，了物件未好個，有一個老狗伊要貪食，了就去成食，結果伊就燙到伊喙哦，有個挑舌頭食，有個挑舌碌到再。曉哥，我未曉是老狗，曉哥啊。曉哥好哥，曉哥。曉哥。OK， 曉哥挑舌，了一句話，即個就是嚟咩？咱家囡仔是本是愛家囡仔講，物件未好，袂使食。愛等是大人，甲了煮好了，甲人好了，才會使食，對，袂使做老狗囝，袂使做老狗，曉哥挑舌碌到災嘛，碌到災，碌到伊個隻燒的伊個喙。如果像我啦，因為邊頂甲了講福建話嘛，所以我細漢咯，就是我幼稚班的時啦，我就真奇怪，安怎我想講甲人講，我迄陣時我毋知講原來我誒。老爸下邊講嘅話客話啦，甲福建話無像嘅。我唔見啊，唔知，我唔敢啊，知講一個是華語嚟的，一個是方言。我個唔知講原來有一種是客話。我唔知就，我期間知這是廣府話，客家人講廣府話。了我唔知講原來我山頂阿媽樣講是客話來，所以我就帶一個有誒時間我就去學堂。我想講樣本在，無招我老。這個福建話知嘛？閒，我很閒，現在就不要講無招，我知嘛。了，到若是愛行過這個北京路的時咧，囡仔嘛，愛行過北京路，正一個摩托停掉，摩托的沿檔講馬路較小爾嘛，你行過會碰到嘛。所以我的老爸看我是對，講啊，小心啊，掃碌碌啊，掃碌碌，就是講這樣做。所以我唔知原來福建話無嘅，我就去我的學堂咯。了甲朋友講的是，像養嘅這個水管啊，內面水真濁，有燒漉漉的。你講什麼？你講什麼？大人較知講客話來咗。你再講另外一個事，你看我出來講嘅是咩啊？客家是我頭擺想講是客家是我想一點就是咧，迄個客嘅客家啊，客家，我叫厝叫客家啊。了，我想講客家就是去甲人講，特別講嚟客家是客話。會讀啊？會夾嚇，以後都係會嚇。客家。嚇，所以我前落來是就講是客家，就是甲人就係講客家，你冇講你係到你係到啲客家嚟咯。你我想是 actually 我是想我冇想客話，我想嘅是姐姐。嚇對，我叫所以我近啊。我出來人啦，我想我 immediate 的 family 咧，我人講客家我有聽。I mean of course 甲客人講嘅未必有聽客家啦，特別我係出來是用福建話，特別係A到啲講福建話，但是都嘢 A 係到啲客家嘅。我哋是用人哋講嘅，所以我唔知講這唔是福建話嚟。我真會 relate 到到。because 我出來，我頂我媽，甲我講就早時啊，所以我即是我爸嘅朋友，我媽，佢有 try 到甲我人講福建話，特別伊福建話是有參在淡薄條就客人學英文可能，特別伊甲我講福建話，所以我人一頭到嚟你甲伊講福建話，所以變做無機會講，特別伊家己驚就講客話。
所以我來 meeting family reunion 大擺咧新子嘅時候，我是聽到客話較濟，都對佢人厝啊，係咪咧？我爸往時甲伊個 sibling 人講話，本是用客話講嘅。所以我會曉聽啊，淡薄是 because of 我 expose 於特別我無講嘅咯，家己。佢講食物件啊，93字，你毋是叫我食食哦，阿媽有講到淡薄啦，有 touch 到淡薄。但係你講係你咩啊？菇菜，唔係菜粿啊？係你咩嘅？OK， 就是講我要 highlight 嘅，就是講哇，微波這邊啦有一點咧，就是頭先講嘅係咧河婆客，河婆嘅客人，所以伊人咧只特別 ，actually 兩項就是一個是擂茶，然後第一個就是菜粿，伊人叫菜飯，冰食啊，係咪啊？冰啊，伊人做是冰食嘅，你不伊人 ，I think maybe 伊人是受到潮州人嘅影響，就是講伊人，because 係咧土粿人。係淡薄紅泥嘅嘛，伊人做嘅是，對，所以伊人係配特別伊人即個菜飯咧，伊人做唔是土 shape， 伊人是成個圓殼，然後伊人fold into half jet 就咖喱包嘅 shape， 然後 half moon 啊，差唔多你睇下，OK， 對，然後伊又去吹嘅，所以伊人是真正 QQ 嘅 texture 嘅配，所以伊嘅 feeling 咧，我人這邊怡保有一個甘榜是真出名嘅，伊是專門是賣一個河婆。就是講即個菜粿，所以伊有五項無相款嘅 feeling 咯，伊有酸菜、韭菜、沙葛，還有一隻係鹹菜，還有花生，花生本是鹹嘅鹹啲啊！你看，特別伊即個土豆嘅咧，伊就是用佢哋土粿嘅 shape 嚟做嘅。แล้ว佢哋試行嘅，แล้ว佢哋菜呢是用你看 half circle 啦，一半 half circle 對。所以這是我感覺往一波這邊有我哋看嘅啦，我唔知，比如說maybe我只就邊呢是看到菜粿咯，就是咧潮州人佢就是菇菜加白光嘅嘛，對。所以這比如客人是真係屬個酸奶啊。有鹹菜啊，鹹菜，你都說這個是特別。我媽食酸奶炒豆乾嘅酸菜我爸們就食酸奶。酸奶是特別啦，想講有煮新疆的對酸奶炒係咧小白炒酸奶，炒鵝啊？冇係鵝，特別講是有。做成個係咧用豆腐係咧嗰個即係烤白咯，烤白嚇，所以烤白，所以我特別講咧common嘅客人食接起人嘅 everyday 嘅菜單入邊咧嚇，係咩物件？烤白，梅菜烤白，有烏條烤白，烏條烤肉，梅菜烤肉。我半是係咪是客人嚟？潮州人嘅啲我背，我半是潮州人啊。講咩個客？擂茶咯，特晚講擂茶。如果伊是我講下，如果是係咪屬於呢擂？伊是用下嚟特別嘅客，下嚟 model and pastel 啊。伊嘅即個盤嗬，伊內邊是有 shape 錯，你看伊嘅 surface 只錯嘅。可以補。要磨冰，對，下下嚟菜咯。我這邊下只隻，伊人下有幾都是下馬尼菜，下即個薄荷、高贊塔，加即個Javanese coriander，就是講下嚟 coriander，就係款嘅 coriander 等，一邊有刺尖嘅。下嚟 Javanese coriander。所以你茶入面就是安尼款加出來嘅，一切切。加出來，所以伊 paste 伊成個 paste 出來，伊切，磨出來累嘅意思就是磨下。對。伊累是蝦米？伊是跳手片，即雷公嘅雷啊。伊是跳手邊但雷公嘅雷。簡單講，所以伊即個雷公，即個所以即係 action of 磨物件，就是叫做雷啊。雷。所以即茶河古早咧，伊人我媽伊人用咧，伊人是。愛去用條啲，愛去找染布廠嘅來做嘅，比如係咧染布是係咧，我是講係咧
瓜娃占卜啊，哦，占卜啊，所以這瓜娃會講伊個茶是特別定嘅，所以個大漢伊袂食糖嘅，所以人調啲夾即個茶，你看做伊機嚟插到啲伊個巴肚照嘅，你看對來擼，安尼看咯，所以這個是伊大漢，伊講占卜嘅茶是真特別。我想你講你吹占卜曉嚟假。唔是，他那是挖個啲草。Because 所以馬當今伊只係 help 伊困嘅啊，係 help 伊 relax 嘅，就瓜巴係會曉嘅嗬，瓜巴理肥啲啊。OK，你講下面客人菜，客人食講乜內啊？板麵啊，嗰個一個，但媽講到菜板啊，嗰個椰板。椰板就椰板，椰板就是愛板係咩？艾草是艾草香草，頂到我人講嘅係咧艾草，只香嘅我是解嚟比mangrove 啊，咩英文是叫咩 ？mangrove 啊 ，mangrove 是咧到啲咧海嘅位。唔是，佢意思就係款嘅葉，所以人拍住打 sunrise 伊過後，人嘛叫嚟做，所以出來是較烏嘅咯。只香嘅艾草。我就是講你遐，有人家來滾可嘅茶，艾草嘅茶。有人成個客人不熟嘅做下嚟湯嘅咯，叫嚟我係買人是有古早我人用高棧塔啦，用薄荷啊，用這個香款來煮茶煎啦，下嚟內哦，滾湯你款係咁好嘅，落去煮啦。馬尼菜咩？馬尼菜差內部，特別我這邊一波較少食馬尼菜。馬尼菜係咩啊？我想未起。馬尼菜是講你食迄個板麵。哦 ，OK， 伊骨骨呢？成日淡薄骨骨呢嘛，係嘛？伊個特色。確啲。確黏。特別是較甜啦，你係較緊較紫嘅，咯較油嘅，較紫嘅啦。馬尼菜是 cat 話字啊喲，馬尼菜。唔是馬尼斯，細有馬尼斯。哦。馬尼菜。特別咱們對。yang localize yang ingredients 就啲正 local 嘅，所以我們客人們講馬尼菜。馬尼菜。馬尼菜。哦。actually 馬尼菜成個人名咧嗬，馬尼菜。我諗這邊嘅客話啦，伊波有差唔多部韓納話，伊人有講成個有差唔多韓納話，你反正。邊度講？咩啊？我想者，我想未起。我冇聽過伊人講。半馬達粥。起碼大料，起碼大料。起碼大料。等陣你咪，嗰時候咪教人幾句客話大媽講到你阿咪啊，大媽講到你先生，的確唔係講高另外一年就是咧講先生，H 是係咪是？的哥啊，的哥嚇。即係OK，先生搞藝術書，先生搞先生打山豬，我甲先生拍山豬，山豬飆過河，像山豬跳過去河，伊跳去過江去，嚇到先生用公婆，嚇到先生浪波，係你咪有聽，係你。這是講，這是囡仔怪人講到頭邊嘅話啦，你講嗰時候。我小哥嗰一個ABC 皇家煮咖喱，我有聽過。就是講係社會嘅人ABC 皇家煮咖喱。皇家係咪 Royal Family 啊？唔是，係社會嘅人啊，皇家煮咖喱。AIOU 啊，白白臭超。差唔多，你反正是 A 啦，特別是。你這個CC 鳳葉總台。CC 行行一個獨頂，一總台就是獨頂啊，台。CC 方一總台。CC 方 square 是 CC 方一總台。年讀書捱到來，但你讀冊我本來，但你讀冊我本嚟來，年讀書捱到來，你讀3年50字，你讀3年個500字。我讀3年中小才，我讀3年我中小仔。你本時係數學課咗你學生嘅。頂擺 because 客人較濟無類嘅，老實講客人 resource 無夠嘛，大山頂嘛了。落來時
有類是福建人嘅即頭家五大姓嘛，然後客人來是去做巴啊，針即刮樹林，所以 because of 這個環境啊，客人煞較注重教育啊，就是講愛互家己嘅囝會通讀冊，較好生活較好啊！你就無類，你就感覺愛改你嘅命運，你嘅囝子命運，所以直直強調講愛讀冊，所以點有安尼款嘅 education 出來下，所以較濟 about 讀冊啊，着做become 這個小宅安尼款。OK。了淡仔這個食嘅物件啦，有一個粿啊，客人嘅粿呢，伊嘅 pronunciation 呢，讓福建人絕對會亂想嘅。人知？唔知。OK， 人知麻糍，客人不做麻糍嘅。客話麻糍，人知叫咩？我知。唔知哦。哈倫。糍粑。喺你國家錯個糍粑。我是叫。你愛食糍粑嘛？先嗌糍粑。我哋含咗。糍是成個糯米糍嘅糍咯，嚇。糯米糍嘅糍嚇，糯米糍嘅糍嚇。糍粑咧？粑是粑本是一種國語詞，米字旁一個粑。米字旁一個粑。粑係咩粑？背後啊？巴生嘅巴。巴，而且巴生嘅巴。巴生嘅巴，巴士嘅巴。哦。但媽伊講黑落大份，即係你國家錯，就是講嗰啲有一種嘅黑落大份嗬，因為伊即個粿嗬，入去攞嗰啲粉啊。所以就成個都掃在淋巴嚟講，黑浪大份。黑浪就是淋巴子。哦。即個我是聽後面人講，我是聽沙巴嘅客人講嘅。哦。黑浪是亂啊，亂係女亂啊。下面到黑浪，黑係咩？黑浪。闊咯，闊咯，藍闊咯，闊咯。闊。黑浪。黑係咩黑？闊。黑是闊呀。落是亂啊。OK。because 亂就是亂。嘅你是叫春本含咗芥蘭，芥蘭我唔係聽佢芥蘭咯。芥蘭就是梅椒嘅咯，梅椒加太梅嘅。芥蘭嘅內芥蘭。特別春咪是我頭先係時，我就 confuse，而且春冇安尼，我明白意思特別一下就冇想噶，我知嘅，but the language so。春，你講好話叫咩？雞內蛋，雞蛋。有人講雞春。咁我講春，假酒啦。我冇聽別人講雞春。你講因為一波燒掉，你講好話燒掉，劇話影響嘛？我個想講。對。特別maybe一波人你講春係有條文。芥蘭。即係每時客人嚟喎，即係我幾驚。是哦，你上次講我講你是客人，特別你未曉幫行嘅啊。我是技術股嘅客人。我係賣巴嘅客人。哦，我就死啦！我只隻。咁人講食物件，咁我冇去聽了賣。食物件講了你水盤子哦。但我雙盤子。雙盤子。其實有客外調啊，我只行 chorus 啊，即係唔知講只行講得冇乜關係，成個我特別講就係福建國家行 chorus 嚇。我個人講，但係調變調。特別我走音佢就佢就是走嘢調冇咪準，特別冇啦，我日本走嘅啦，佢哋本走啦。我唔是調走，因為你講你唔是種非洲客嘛，所以我人成日帶布啊，學破無相。然後但係你講係咪？你講 ball 嘛？你講係咪 ball 嘛？係我講 ball 嘛。我但係未 add on 呀。即係有一種嘅學破客，尤其是沙拉瓦嘅啊，somehow 一樣嘅即係 V 啊，伊 evolve 變 B 去，B 去，所以你看姓黃啊，Mr. Bong，
哦，愛上坡，愛係客人，愛講客妹，這是河坡話嚇。哦，伊就是福建 nice 了，因為本正這是河坡話，伊本無味嘅，伊無即個擺了表嘅即個薄安尼款嘅，伊是somehow伊受到福建話影響，文明安尼款嘛，所以成個即個阿文啊，譬如講一個人叫阿文啊，阿文啊，河坡有一種河坡客哦，人講阿文來愛同伊愛甲你講。哦，人觀眾無想啊，挨老二講，這裡是 common 嘅 feature 啊。阿文來挨老二講，伊樣是阿文來挨甲你講。哦，哇！我是講想真正大。嗌同伊講。成個人嘅福建話家邊咧啊，我甲你吹頭毛，我甲你扯頭毛，無想。豆哥，我拿一刀甲你講巴生話，安尼講。我拿一刀啊。我拿一刀，豆哥或者分咗隻字起啊，或者豆哥。誒，我點冇正啊，咱講劇話，咱唔是講劇啦，講劇話，講劇。伊個口出啦，usually 講劇人爾，無講劇話個。啊，袂正，或者咱講劇話，當然是講劇人嘅嘛，劇人家，劇人嘅歷史。或者咱講劇話，啊 ，OK，我個想到一個，即係物件，啊，等陣啊，直接講啦，你到啲即個教授字你講咪補充，無，即係是係咪伊人劇人第一大啦，面伊人大成正嘅是，OK，來講起啊 ，OK，嗰一項我講，你講。我都講下嚟，我講下嚟。我唔知是唔是假如想，我想到，特別我唔知是唔是，你講看。阿咪寶天川。對。OK， 寶天川。OK， 卡用下你 professional 嘅東西解釋啦。我是未係咪？我是在一個，如果一個是往客人成正嘅是 celebrate 成正嗬，伊拉是 celebrate 較10個嘛，特別客人有 celebrate 成正20。哦，即個日子寶天川就是愛食甜粿。哦，寶是啥物？寶啊，布啊，寶天。OK， 布 repair。寶嘅鐵頂破坑啊。哦，川啥物？天川。吹哦，天吹一個坑。坑啊，破一個坑啊，破一個坑。都伊人特別食甜粿，別這是有一個 story behind 就是講人。有早有一個你是ozone layer 若是講 from scientific angle 是 maybe 是 ozone layer 啦，所以伊是講古早攞嚟人講攞嚟先啊，通過啲小拍下面㗎啦，所以伊人就食破下嚟天下嚟破一個坑啊，所以伊人客人多一日咧，伊人就相信講。人 believe 就是講我食甜粿，因為甜粿是黏黏，個甜，所以伊黏黏吼，伊會補到對下個天嘅坑。下面所謂比較這是故事是源自一個神話故事，講下個女媧是做大中國嘅歷史是講伊做人嘅嘛，所以伊是伊創造這個世界，創地啦。伊做這個世界，做這個世界。女媧啥物？女媧啥物？你啲真出名都冇聽過咩？泥娃娃，你是泥娃唔是啊？係你是泥娃娃，係你即是女娃，就是講係你 one of the lady god。我諗中國嘅故事是講我諗人可是伊做嘅。哦 ，OK。所以伊是人是咁，伊是 the creative。OK。嚇，伊做嘅。greater， 所以講伊 ，because 伊是伊看到佢哋天破一個坑了嘛，所以伊就要伊去採石補天，就是講伊去夾，唔知倒落位夾一個馬肚，佢補到對佢哋天。哦。就是伊講這個世界不是伊做嘅嘛。OK。客人咧，伊人就想到because 伊想到這個故事，特別伊人想到是食甜粿來補到對這個天嘅坑。所以安尼出大正過20咧，所以人特別愛食甜粿。但係如果佢一個，怎麼你講未講佢一個？
OK，嗰一個就是個頭先講嘅擂茶。擂茶吼，伊人especially 是河坡嘅人啊，伊人大車七就是人熱這季節咧，伊人食擂茶。伊人食擂茶，蝦米事咧 ？because 伊人是食一項菜嘛，我想，I think 伊人是受潮州人嘅 influence，because 潮州人大車七這個日子咧，伊人是愛食七項菜啊，就講食七種無相款嘅青菜。青菜。青菜，如果潮州人主要是愛食七項菜，即係食下啲芹菜啊、芹菜黃水啊、蔥啊、蒜啊，即個瓜菜，應該是嗰一項菜，佢哋會袂記啊。So this 7 types of 菜，所以我講河坡嘅客人就是伊大車七去食即個擂茶 ，as 伊人，如果我人有車七，我人是有無相人是食。成個有嚟人食係咧魚生粥啊，有人是食有咧食福建人食南米咯，แล้ว有啲人是做係咧魚生嘅嘛，車七節。所以客人河坡人是食擂茶大隻真正係是車七是先食車七加先食豬雜，所以即個。佢哋先食豬雜，佢哋是做來聽啦。是講即個食擂茶，係咧我不是真舊年嘅時個 start 聽到，係咧人有即個 YouTube 不斷一播嘅，講出來，伊去介紹咧擂茶嘛。所以我佢知河坡客是食擂茶嘅，一大車七嘅位日子。我不知諗到對嚟講是諗咪講客話。客話呢，因為我會記，我特別想看講我就 limited 我 vocabulary 客話，特別我貴那裡成日同我講係假，係貴那裡成日我呢度，你看你咪講，係啊，所以我呢度是我講。然後 John 你講了1點鐘半有進步，你 outro 會用客話。等陣，你就outro 講咩嚇？how 啦 ，how OK， 我講個一邊先嘅，下禮拜再見。OK， 講各位頂禮拜冇聽點子。哎喲，你未啊？你小姑啊？你禮拜都講啊？頂住禮拜都講啊？雙十禮拜冇湯。冇湯呢 ？click， 好料啊 ！click 準啊 ！click 訂得講啊？Kim 你 boy， 對啊 ，Kim 一邊人都講啊，一邊 boy 嚇唔是啲 boy 係對嘛 ？Kim 了會卡嚇 ，Kim 了會Kim 了會icon I subscribe 咧 ，icon 係咪豬？關注icon 關注咧，撳你一邊 Kim 了會，未啊，講未了啊是感謝大家，對。感謝大家收看。未必有效，未必我 expose 到較濟客人啊，未必會倒對來。50年整嘅 influence。好啦，講到這邊講到見下，見下啊！我可以講到見下隻膠咧。膠是烤嚟啫，膠唔是開，膠是膠在膠啊就講膠 OK 下個禮拜再見，禮拜就講啊，下個禮拜再看，再見，再看你家，再嚟看牙，唔是嚟看牙，嚟看一人看狼，壓掉啊，壓掉就臭啊，係咯，掉念準都唔要想啊。แล้วก็有一個我講即係頭先講一百載嘛，
啊，嗰隻咩吊咩啊？吊念啊？你吊幾百？你吵。養幾百 ？OK 啦，幾百，你大家再見啦，拜。幾百，拜，再見。喂，我講講未咧？你咪冇講 episode 就盯住你咪冇講 episode 就邊頂，你嗰時這邊點講啊？會 subscribe 點看點聽訂啲集正，現在錄音時嘅同啲佬嚇，你講現在錄音時嘅同啲佬，然後到講劇話時客話，一時過來個人講句拜。